上面，再往上点。哎，对对，哎，你别捡了，快，你也打。对对对，就是那。哎，好。小孩，这枣甜吗？问你画呢？啊，甜。那我能尝尝吗？啊。真甜啊！哎，这棵树上的枣啊，是宫里头最甜的了。你喜欢多吃点。只有我知道这宫里头啊，哪棵树上的果子最好吃。那你告诉我这些树在哪儿，我也去摘。我是魏夫人的侄女，要在宫中住好一阵子呢。还是我摘了给你送过去吧。那就谢了，小孩。哎，我不是小孩，我叫银通。寡人对魏夫人真的刻薄寡恩吗？这小丫头说话口无遮拦，大王不必往心里去。论华儿在众公子当中出众，这话倒有几分道理。华儿作为长子，甚为寡人喜爱，有军功，有担当。你说，他跟寡人提起魏夫人和华儿，是有心还是无意？能与大王如此巧遇，怕是有备而来。这么说，他是特意在那里等着寡人的。他是想为魏夫人和华儿说情。寡人明白了，原来这滑入桃李的小女子，也是为了寡人身后之事而来的。姐姐，若是能让子谢复生，就算赴汤蹈火，我也要。到了北郊行宫，把信交给邢夫人，就说菊花已经开了，过几日我去她那儿喝菊花酒。是。慢点，公子。这是怎么了？公子倩为何这样？大人，昨日公子倩一夜未回，今日一早有人发现他睡在一家酒馆门前，将公子扶进屋内，好生照应。是。走，公子。大人，公子倩最近不知怎么的，日日在外面胡闹，不仅喝得烂醉，还常常打碎酒家的东西。要不是看在雍大人您的面子上，那些酒馆老板早就报官了。内府今早上送来的菊花，让你们都过来看看，有喜欢的挑几盆，叫下面的人端回去。王后姐姐这自然都是好东西，姐姐随便分派了就是。哎，芈月妹怎么没来？人家哪看得上内府分派的东西？大王已经特别赏她了，院子里到处都是，不用来了。哎，大王日日来交房殿，却只去芈月的房中，赏的东西都和大家的不一样。看芈月眼中还有没有别人？大王去看芈月，是去看他未来的孩儿。你要有本事，芈月，老奴这眼神也不好，你这些东西，你看都掉水里去了。姑娘就应该绣绣花、绣绣草了，这些捏泥巴都是男孩干的事。王后，国美人，国美人，免礼。怎么大监也在？正巧路过，进来看看，没想到王后也来了。姐姐，你有何事叫我一声就是了，何必要跑这么远到我这来？王后有了，人赃俱在。
这是我画的小鸭子，你别把它捏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臣妾的确听说芈月违反刑法，私作符节，这可是杀头之罪。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看。这就是你说的证据。这个就是芈月私自制造的符节。这确实得到消息，这小院里藏有芈月谋反的证据。如果宫里真有这种事儿，那还真得好好查查了。王后，请国美人将会院里里外外仔细搜上一搜，不然芈月就此担下洗不清的恶名，国美人也就白来了一趟，显不出她的一片忠心了。国美人，你是搜还是不搜？王后恕罪，此事臣妾大约是听错耳了。几个孩童玩的这些黄泥坯子，竟被你说成是杀头之罪。国美人，你是当我愚钝吗？我们敢，我们能，我们做到，我们敢，我们敢，我们做到，我们敢，我们做到，我们敢，我们敢，我们做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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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茂去了雍城，是蒙敖将军出手，说甘茂是刺杀太后一案的首犯，所以他就仓皇出逃了。去了也好。太后此言何意？甘茂是朝中老臣，树大根深，若留在咸阳，定会不甘寂寞，时时煽动朝廷故旧与我们闹事，让咱们眼前不得清静。这下他走了，倒是成全了我们。甘茂此人自命不凡，而芈叔若有一日他秦需要你扶持，你万不可以再推辞。此刻寡人就要走了，不知道这10几年里，寡人是否有片刻得到过月儿的真心？大王待月儿如父如兄，月儿与大王同心同德。到底还是如父如兄？不，大王是芈月的夫君。还是叫老伯吧，老伯不怪你，果然儿女成群。真要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儿多好，可惜寡人要走了。老伯不能走，月儿不让老伯走，老伯不能走。寡人也割舍不下你和介儿。介
一缕你的头发给寡人，可好？燕国必然要追捕我们，秦国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眼下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义渠君侠义肝肠，芈月感恩不尽。我不想再把你带入险境之中。公主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义渠君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行，不就是去齐国吗？我陪你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他皇宫都能舍命陪你，我为什么就不行啊？为了躲避追兵，我们只能走小路，不能走大路。准备吧。相爷，夫人呢？哎，夫人出门了。出门了？这么早？她去哪儿了？据说是带人出城捉拿什么逃犯。她还亲自出马了。夫人是巾帼英雄啊！这妇人疯了，简直无药可救。山峻岭，强匪流寇，就是外边的严寒风雪，也会要了公子性命的。子歇要去秦国寻的人，比子歇的性命更重要。老伯，你们放心吧，子歇已经想好了。既然公子决心已下，那就求上苍保佑吧。这点钱帮不了公子什么，就算一点心意吧。老伯对子歇恩重如山，如来日有机会，子歇定会报效万一。大王，今日我看姐姐为大王给荡儿取名而欢喜之极。你也喜欢这个名字？谁人能不喜欢啊？哦，对了，大王，上次与大王提起唐夫人节俭，把每日舍下的灯油一点一滴刮下来留用。昨日内府突然派人给唐夫人送去了10斤灯油，惊得唐夫人对着内府的人直抹眼泪。寡人为太子时，唐夫人就跟在身边。寡人理当善待老实人。我近来还知道了，宫里的烹饪高人是谁？谁呀？魏良人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大王每次去魏良人那里都要用膳，去别人那里大多只是坐坐便走了，可见魏良人那里最让大王动心的是饭食。你这个小丫头。好了，今天就不说宫里的事，说点别的。说什么？说说你的子歇如何？